咁當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唔同嘅案例，咁但係我哋就會問咁點解喺中國可以出到呢啲唔同嘅高科技嘅產業出嚟？咁當然尤其是而家我哋講緊 AI 人工智能，亦都有好幾個大嘅平台，亦都係大家會去揾資料嘅時候，或者我哋而家講嘅 AI agent， 佢係幫你去處理一啲工作嘅時候，佢已經行得咁前嘅時候，點樣可以發生？咁呢一個就值得我哋去探討，就係如果要令到所有呢啲我會話嘅前沿科技可以成功咁去推動到出嚟嘅時候，有幾個好重要嘅條件。其中一個我哋亦都會去講得比較多嘅，就係產學研加埋政策。咩叫產學研政呢？就係當然，如果喺有一個政府政策各方面去推動到嘅時候，咁就會更加聚焦咗唔同嘅資源，令到呢啲資源可以放到喺呢啲嘅產業上邊，令到更加多嘅資源、更加多嘅人力物力，咁可以將呢啲科技個研發去做出嚟。咁啱啱就用咗講研發呢兩個字啦。咁所以產學研政中間有學同埋研。咁我哋睇翻喺中國，睇翻所有唔同嘅呢啲嘅好多大學嘅學術上邊，有好多唔同學術嘅成就，有好多喺世界個層面上面，亦都係頂級嘅大學，亦都可以喺呢度我哋去見得到。咁當我哋見到學術上邊，我哋可以栽培咗一班嘅人才之後，咁跟住下一步點樣呢？呢啲人才就可以做好多深入嘅研究。而我哋講研究嘅時候，其實就分兩個，我會話兩個界面。一個就係一個我哋會話一個 vertical，就係個研究可以研究得幾深。咁當然呢一個就好需要一個研發嘅人才嘅培養。咁所以學同埋研。但係另一方面，我哋話個研究做咗出嚟，你都要有人用先得㗎，你都要有一個商業模式先得㗎。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講橫向嘅發展。橫向嘅發展就係喺唔同嘅應用場景、唔同嘅產業可以做到出嚟。咁所以我哋去睇翻產學研政，就係講緊有政策端嘅支持，有學術研究將個技術可以深化，亦都可以揾到呢個應用場景。